叩首。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悲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讨三圣，坐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朝兴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不及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眼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执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执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似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道士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弘法显神通，扯旗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南延归正宗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类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时
再扣3扣，4扣5扣，6扣7扣，8扣9扣，10扣手。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悲亲，灵宝齐鲁云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不及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间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股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垠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似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道士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4位菩萨救众生，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弘法显神通，扯旗照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自令记下身，收服南延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黄两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
现在一起来读诵，有没有回向文啊？有。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波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自所自导，正慈昭格采纳，忏悔文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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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以上经持诵3遍，完成。敬祝各位前贤法喜充满，道学增长，道务宏展，感恩慈悲。感恩点传师慈悲，感恩。